市长黄伟哲、海洋委员会海事处副处长郭敬新、南区区长肖秀华、议员就来景顶座位贵宾一同甲舞，邀请各人大众一同来台南坐船射刺激。3、2、1，水上市集正式开幕。南区区公所甲在地团体今年首次合作举办四昆星红树林水上刺激，无共其他刺激，活动包含水上甲陆上，民众会当坐船伫靠岸过程中采购商品，唔免出国就会当体验参像是泰国水上刺激购物趣味。四昆生水上市集的活动，这个活动是兼具文化，也兼具美食，也兼具地方的市集。在我们的大庙龙山寺前面，这可以说是让地方民众还有外来的观光客都非常喜欢的。不只会当坐船看风景，唱完了后，还有真侪单位通好踅，吃喝玩乐，什么拢有。长久以来，这个四昆生过去的水上活动我们这几年来陆陆续续的展开来，因为它有很漂亮的红树林，那也有这个安平港的内海的港区，所以说是很亲民，让民众可以一起来。那今年是台南400，我们特别把台南美食展结合了这个水上市集，把我们的那个美食介绍的大卡车拉来这边，可以让很多民众除了了解当地在地的美食之外，也可以知道台南其他地方的一些好吃的美食。所以说，透过那个大卡车的介绍，可以深入了解许许多多台南各地37个行政区的美食，应有尽有，美不胜收。所以，不管是我们水上市集，或是我们美食展，通通都是台南软实力、食物的食的这个介绍。水上刺激活动也结合城市实力移动点，利用3D 科技，让民众会当多感体验以及认识台南的美食文化。区长肖秀华表示，公所甲海洋委员会以及台南市政府的支持下，长期推动海洋地方创新，为了更好呈现在地海洋产业特色，打造具有在地风情的水上刺激。民众嘛会当近距离体验蚵仔养殖文化，还会当直接采购各种东港现做海产美食、特色小吃等等，好食好耍阁趣味。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。